你敢唔敢相信距離墨爾本大約3個半鐘頭車程，竟然藏住咗一個咁震撼嘅地方？呢度就係維州著名嘅格蘭平國家公園。好多人成日只知道大洋路，但其實格蘭平同樣有值得你親身體驗嘅一次。呢度唔單止有壯麗嘅山景，仲好適合親子活動嘅地方。喺 Halls Gap 附近有一個超級受歡迎嘅大型私人動物園，入面有好多可愛又特別嘅小動物。雖然格蘭平好多登山步道都需要少少體力，但其實好多地方嘅觀景台揸車都可以輕鬆到達。格蘭平最高峰海拔大概1167米，我今次就挑戰咗最高點一線天嘅觀景位置，仲去埋呢一個大峽谷，現場去睇好似置身於畫嘅裏面一樣。如果你中意澳洲自然風景嘅，格蘭平真係非常值得你去一次。感謝大家收看，記得追蹤住我哋 Go Explore Melbourne， 繼續一齊探索更多墨爾本精彩旅程。